殿下，您怎么知道这事儿了？是9000岁告诉我。9000岁？我们不敢告诉你，他怎么可以？多亏了9000岁，把我藏在轿子里送了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快放下！春妮儿啊，你就下来看一眼，你就见见他吧。不见他有什么用？春妮儿，殿下亲自来看你，这是多大的面子呀！你岂能无礼？我已经嫁给相公了，新娘子岂有中途下轿？解开这红带头呢？太子，春妮儿已经上了花轿，您就……春妮儿，走啊姐，走啊！春妮儿，你再让我见你一面行不行？桂花姐，你说过你要救太子的，起轿！春妮儿，给我放下！春妮儿，你下来，我要给你拜堂成亲，我给你去卖花，给你变戏法，我再也不回宫了。师父，你答应让我跟你去荡秋千的，你答应过我的。春妮儿，殿下，这已经没有春妮儿了，只有周夫人。可你们还没有拜堂。为周公子情投意合，就请殿下成全我们。我知道你是被迫的。不，殿下，我不是被迫的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成婚的日子，就请你走吧。不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答应过我，让我等着你。他是谁？那新郎官是谁？媒婆是谁？媒人是桂花姐。啊，他是个好人，今天新娘子要跟他。嫂子，殿下，周秀才为春妮儿挨了刀子，他是个好人，春妮儿把终身托付给他，你应该放心了。是我拆散了你们，殿下要怪就怪我，要罚就罚我好了，要杀要剐我都不愿。今天你就让他们起轿吧，好吗？走。大侠，你要带我上哪儿去啊？下来。哎，桂花啊，你不老相信，那不急死啊！哎呦，累死我了！走。哎呀，我跑不动了，大侠。哎呀，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？大侠，这都是你杀的啊！哎呦，饶命！您饶命！
我家有3个老母，8个儿子们，你饶命饶命，大侠饶命啊！吵什么吵？我不吵。桂花在家呢。你走吧。我谢大侠。我不走，我要是走，你在我背后下刀啊！走不走？我不走。你真不走，我要是后悔了，真杀了你！我走。哎呦！桂花啊！哎呀，我有点糊涂了。你给春妮说的那门亲事是嫁给京城人是吧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春妮她是嫁到扬州去了。哎呀，桂花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可是看见新郎官了。那你是看花眼了，人家春妮啊，新郎官前几天就带走了，上扬州了。哎，桂花，你还是到聚春园看看去吧。小妞啊，小妞太有意思了，就是漂亮。不行，不能喝了，要喝。哎，真的是你吗？周秀才。周秀才，我不认识你。这里没有什么周秀才。你不是秀才周宽吗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！什么秀才？这位是翰林院的范学士。范学士，这声音我很熟，你就是秀才周宽。给这位大嫂敬杯酒。哎，马上来。这笑容，这手势，我绝对没记错，你就是周宽。我问你，春妮哪去了？这位大嫂说的话，我怎么一句也不懂啊？哎，市井小民不识礼数。范学士，休怪啊！快走，不要影响我们喝酒。啊！来，干！来，我跟你说啊。张大哥，桂花，你要坐船吗？张大哥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快船能追上春妞那条船吗？那条船已经走了好几天了，追不上了。啊！蓉儿，走吧。爹，相公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呢？春妮啊，他说时下有一单大买卖要谈，要耽误一天，随后他乘快船赶来。是吗？既然是一天，那我们可以等呀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船呐载了一批布匹，
要赶到扬州，不能耽误的。生意上的事啊，你就不懂了啊。可是我们是新婚，再怎么说也应该陪我。哎，春妮啊，女孩子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就不要太计较了啊。恭喜万岁！国舅爷，年桂花来了。国舅爷，这儿呢。桂花？哎呀，桂花！哎，国舅爷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国舅爷，我是来见太子的，没想惊动您。啊，太子今天大婚之日，恐怕没有时间接见外人。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是不是缺钱花了？如果说缺钱花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。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一个人。人？谁呀？啊，黑豆啊！你放心吧，皇上已经派大内精英去追赶蓝小青，很快就把黑豆给你送回来。我见到周宽了。周宽？啊？是谁呀？就是娶了春妮那个秀才呀。他？啊？蓉儿，这是父皇赐给你的礼物。谢父皇。谢父皇。您看啊，我现在担心春妮，不知道她怎么样了。她人在扬州，我又没她地址，我想找太子，他有办法查到她下落。桂花啊。啊？今天太子大喜之日，不要去麻烦他了，这种事儿交给我就行了啊。哎，国舅爷，我马上派人去查。哎，国舅爷，您怎么还？太子，太子，蓉儿，你怎么？太子一直不肯动手，蓉儿只有自己动手。你，唉。太子与蓉儿已是夫妻，蓉儿一切以夫为尊，何必拘泥那些世俗礼节呢？蓉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还是他。他？这件事我想过了。把他娶进来吧。你说什么？还跟我装傻，春妮呀。春妮儿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我说的可是真心话。把他娶进来，现在连我爹都没辙了。
春妮她现在已经嫁给别人了。啊，她嫁人了。哎呀，喜了，都怪我，怎么才想到呢？蓉儿，别再说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有这个心，我也谢谢你了。都是一家人了，还说什么见外的话？太子，天不早了，我们去歇会儿吧。学生该死，学生该死！今后你再敢在京城露面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田桂花已经开始怀疑这件事了，好在一个乡下婆子好对付。你再派一个人去，就说是从扬州来的，替春妮儿送一封信，消除他的疑虑，懂吗？懂了，我马上就安排。桂花，桂花，春妮有信来了。春妮儿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刚从扬州来的王大爷，带来了春妮的书信，还不快谢谢人家？王大爷，谢谢您。我呀，是周家的世交，顺便又到京城来，举手之劳嘛。这是周夫人的信。周夫人啊，嗨，就是春妮啊！你瞧，我一下子也听不惯，以后啊就习惯喽。春妮儿，周夫人，哎，那你见到春妮儿了吗？见到了，这是他亲手写的信呐。那你见到周秀才了？见到了，周宽嘛，见到了。他没离开扬州啊？哎呀，新婚燕尔的，他哪能舍得新娘子啊？当然是形影不离喽。哎呀，好的跟什么似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二位，我告辞了。哎，你等等，能把地址给我吗？有何贵干呢？我想您回扬州给春妮儿带点特产。就是啊。好啊，我住在三江客栈。谢谢您啊。二位，告辞，慢走。离家已有10日，甚念。黑豆哥哥好吗？扬州春光明媚，很美。听说都不下雪呢。到处是柳绿花红，比我们那里暖和多了。官人对我十分照顾，布庄的生意也很好。他真有好多布庄呢，那春妮儿可享福了。嫂子自己一定要多保重，如到扬州来，一定到我家来做客，春妮儿敬上。这妹子啊，有情有义。累死我了！哎呀，站住！将爷，我要进城。上头有令，太子大婚期间，外地人禁止入城。将爷，我是外地人，我是京城人，我得回家。京城人，叫什么名字？将爷，我要是说出名来，得吓你一跳。黑豆，黑豆，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。今儿是太子大婚，没错，我是太子的结拜兄弟。就你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真是他哥！你给我放开！冒充太子的亲戚，放开！当何罪？太子脚下说一声，让吃不了兜着走，全都让走王坤。哎，小二哥，我打听一下，这里有没有扬州来的王先生啊？王素吧？他的2楼甲1号。甲1号是哪间呢？门上不是有牌子吗？呀，你看我不认识字。我告诉你啊，往这儿走，往左，第3间啊。第3间，好，谢谢啊，小二哥。不谢。请进。
王大爷。哎呦，桂花大嫂，来来来，请坐。没办法，我从扬州来，免不了带些扬州的特产送给京城的朋友。王大爷，我想问问，这封信是春妮亲自写的吗？不，是他自己口述的，有他的夫婿来笔录的。他的夫婿不就是周秀才吗？对呀，正是秀才周宽呐。可是我这有个喜帖子，也是周秀才写的，上面不一样。我虽然不识字，可我知道这是两个人写的。你看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呐，周秀才风湿病发作，胳膊有点疼，只是为了春妮才勉强写了这封信呐。是这样啊。那王大爷，请您帮我把这封信念念好吗？好。桂花嫂子如雾。停！怎么了？错了。他从来不会叫我嫂子的。可这春妮娘是我的干娘，小的时候她一直叫我姐，不会叫我嫂子。可这封信肯定不是春妮写的。这骗不了我。桂花这封信真的是春妮写的，也可能是周秀才写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意思写的，这没什么嘛。桂花告辞了。桂花！他妈的，这个臭婆娘，太你没走啊？王大爷发火了，您这是干嘛？我不小心呐。这封信就算不是春妮写的，您有这份心，桂花也十分感激。您别不高兴啊。没有啊，没有。这信是假的，那送信的人一定是假的。另说，桂花，送信的人要是假的，周秀才一定是假的。春妮他，哎呀，六叔，这怎么办呢？快，马上入宫给太子捎个信。站住！你是田桂花吗？是我呀。你被捕了。什么？有人告你谋杀亲夫。谋杀亲夫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家黑豆没死的，别咒他。有什么话上衙门说去。来走！你怎么样？想抓我？想抓我？想抓我？你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爷，黑豆，俺小青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蓝小青能跟我说什么呀？他把你带出去2天，难道就什么都没说？那个女魔头，我哪敢跟她说话呀？他没说9000岁什么事儿吗？谁？9000岁？没有啊。哼！我看你小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有刑！别有刑！我别有刑！别有刑！烫死他！烫死他！大人冤枉啊！冤枉啊！住嘴！田桂花，你招还是不招？我招。这么说你承认谋杀了亲夫？我承认，此时还藏菜场呢。站住！是。闪开！闪开！跪！田桂花，黑豆的尸体放哪儿了？那萝卜。走，是。快点！
花啊！尸体怎么不在呀？我没说过有尸体呀。我是说呀，那御膳房的冯公公说了，那萝卜是太后最爱吃的。太后啊！我呀，每天都要送菜入宫，今天坐牢没法送，省事儿。这没事儿，不就是太后爱吃萝卜吗？皇上最爱吃这儿的梨。皇上啊，大人，这可是宫内的活啊！皇上怪罪下来，砍谁的头啊？啊！这，哎，你可别误会啊！我可不是要借口逃跑，我是说啊，嗨，法大如天，我守法，我坐牢。那这样吧，我带人送他入宫吧。你怎么能进宫啊？你亲自去啊？去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时候不早了，可有好戏看了。姑奶奶，你还是自己去送菜吧。来不及了，没装车呢。你妈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装车！是啊，快点！哎，谢谢各位大哥啊，这样的衙门呢，我喜欢。轻点！哎，快点！哎，抓紧！哎呀，你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去，搬那边去。哎，你们几个过来！哟，是桂花啊！你怎么？冯公公啊，太子殿下怎么没来啊？是啊，自从太子殿下重婚以后，就很少来这儿了。听说是太子妃管得紧。那我想见他一面怎么办呢？桂花，太子今日在紫云阁赏戏。紫云阁啊，那可没辙了。你看我这个牌子只能送菜到您这儿，内宫就没辙了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。不过不仔细看，还真看不出来，跟内宫的牌子很像。真的？哎呦，谢谢您了啊！哎，快点！演得不错啊！好。宫中有赏。是。太子，吃梨呀！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皇上请来。免礼。来，走，一起看戏。谢万岁爷，我最喜欢看戏了。嫂子，这边坐。给太子妃请安，免礼。上茶。桂花嫂子，你不用卖菜了。我今天看完了戏再卖菜。春妮儿出事儿了。什么？春妮怎么了？殿下有没有信得过的人？快去扬州查一下。信得过的人？这事儿得快。只有舅舅了。国舅爷不行。殿下，除了国舅爷，还有没有人了？啊？这事儿可得抓紧，得找个能出去打探消息的。好像有一个。好看，不花钱的戏真好看。殿下，我走了。哎，嫂子，我这边怎么办？青云，整个大内，我只有信赖你了。太子殿下放心，傅青云一定不负太子所托。听嫂子说，春妮儿的婚事十分可疑，你就从王宋下手。这件事，青云自有分寸。记住，
这件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讲。请您告辞，走吧。殿下，蓉儿，殿下，找那武士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殿下和蓉儿已是夫妻，你还不信任蓉儿呀？宫中琐事而已。宫中琐事自有太监来打理，何劳太子费心呢？我好了，蓉儿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我走，我们到那边去玩。蓉儿，我想去看看书。哎，看什么书啊？走吧。太子殿下在看完戏以后，便匆匆召见了大内高手步青云。步青云，田桂花一定把春妮的事儿告诉了太子。太子派步青云到扬州去追查此事。哎，放心了，我不信没有人不爱钱。这个步青云用钱是收买不到的。这天下还有这样的人呢？步青云曾被判斩首，是太子向皇上求情，救了他一命。对于这种人，不能用钱来收买，否则他会向太子禀报，反而我们会露了马脚。妈的，派几个人把他杀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如果步青云不回来禀报，太子就会觉得事情蹊跷，他亲自去追查，这样反而对我们不利了。那这杀不得买不得，这可怎么办？用9000岁对待我的那招啊。什么招？把他的家人抓来，他不就得乖乖的就范？启禀将军，步青云在入宫的时候，全家皆亡，他是个孤儿。孤儿？哎，桂花，桂花啊！桂花啊，你发什么愣啊？哎呀，还不是想春妮儿的事儿吗？哎呀，我说桂花啊，你想的也太多了。再说哪来那么多阴谋啊？就是啊，大狗叔听了这么多，没有一个是这么复杂的。哎呀，六叔啊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要是能上趟扬州就好了。别犯傻了，去扬州那是多么远的路啊！再说你哪来那么多盘缠呢？就是，他的地址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桂花，客人来了。哦，桂花，你忙啊。哎，这位官人，你要什么？这位大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您是不是田桂花？哦，是我呀。我是太子殿下派来的。太子殿下，我现在问你，王素他现在住哪家客栈？点儿拿去吧。哎呦，大爷，谢谢。嗯，你是何人？我是扬州来的老乡啊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这里尝尝扬州的点心。嗯，你走错房间了吧？请你马上出去。王素，你何必装蒜呢？啊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扬州府的总捕头邱大刚。总捕头？哼，有何贵干呢？王素啊，王素，你在扬州犯下大案累累，知道不知道？我追你追得好辛苦啊！嘿嘿，大案？你认错人了吧？哼，王素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的手下我全都逮住了，而且他们已经招供，首领就叫王素。嘿，我不是王素。你不是王素？这份客栈的花名册上，你明明亲笔写的王素，怎么现在想不承认了？嘿嘿，那是我的化名，我不是从扬州来的。你既然不是从扬州来的，
那这些从扬州来的点心怎么解释？啊，是京城买的。我的证人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什么证人？哼，王大爷，你不是要给春妮带水果吗？我想来想去，我是个卖水果的，给他带点梨吧，扬州吃不到。你住口！王素，你自己说的话现在不承认了？我不认得他，我不是从扬州来的。哎，这封信怎么回事啊？春妮写的，扬州来的。哦，扬州来的。既然是扬州来的信，那一定是从扬州带过来的。周捕头，哎，信是假的吗？这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不，你王素，束手就擒吧。怀里揣着凶器，还敢说不是大盗？王八蛋，你找死！别怕，不是土匪，是官兵抓强盗，别跑啊！黑豆可真是的，还没用刑呢，就昏过去了。黑豆是个小胆儿，到时候他会说的。千岁之意是？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是。大人，我冤枉了，大人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大人。有人举报你跟蓝小青是一伙的。大人，我是被蓝小青绑架的。绑架？你们是串通好的。大人，我冤枉，我真的冤枉了，大人。蓝小青杀人不眨眼，为什么留你做活口啊？大人，这我哪知道啊，大人。这事儿如果让万岁爷知道了，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呀！大人，我真的冤枉，大人，我冤枉了。黑豆，我可是真心想帮你啊！我知道。只要你乖乖的按我话去做，我保你没事儿。我听你的，大人。我给你送白菜，送水果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大人，您怎么还给我送礼啊？你给我听着。哎，你把这包东西送到太子的房间里。送到谁房间里？太子。大人，何必那么麻烦呢？我亲自把它交给太子。你不给我听着！必须悄悄的送到太子的房间里，不准让任何人知道。大人，我知道，我包里放什么东西？什么也别问。想让田桂花活命，就老老实实的按我的话去做。记住，不准打开，不准偷看。你要跟我玩花样，就等着给田桂花收尸吧。这是哪儿啊？哦，你怎么押我到这个地方来？这里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正好是个杀人的好地方。